你信不信我打你？你要因为一个饼打我？这是哪来的小兔子呢？一整日也没有见到外人啊。难道是风神大人？小兔啊，小兔，今日我还没有供奉风神大人，我们一起去给风神大人做周流花饼，好不好？好饿呀！海市，是我。我听说你回来了，你要是睡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哥，没睡。哥，你回来了。可以啊你！听说你一甲一名进入殿选，简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。那当然。哎，对了，明晚我要出门，后日我便去往越州了。你有什么要带给你阿娘的东西啊？你等我一下。哥，这里有些碎金，我阿娘呢，每一次我给她寄多了她都不收。还有，我给她写了几句话，我阿娘不识字，麻烦你读给她听。你放心吧。等一下，你身上有味道。什么味道？我今日洗脚了啊。是香甜的味道。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香不香？好不好看？谢谢哥。海市，你还给我。好好吃啊这个。你别吃。海市。怎么不能吃？你信不信我打你？你要因为一个饼打我？哎呀，这哪是普通的饼啊？真的吗？这个饼不普通啊。当然。这个饼有这榴花的味道，不会是林锦思那个秀女做的吧？你别瞎说啊，这是我在街上店铺里买的。真的？哪家店买的我也去买。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我不告诉你。方卓英，你脸红了。就是看上谁了还不好意思，让师傅去帮你说媒啊。你别瞎说。还真生气了。还剩仨，还你。你时候不早了，我走了，你睡吧。等你回来请你喝酒。你别请我喝酒了，这饼你气死真好吃。我算了你。